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津貼計唔計稅？上年香港推出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，向企業發放每名受聘青年每月1萬港元嘅津貼，鼓勵企業聘請香港嘅青年到大灣區內地城市工作。然而，有關稅務嘅安排，你又清唔清楚呢？對於僱員嚟講，即使資金嚟自政府計劃下嘅津貼，仍然屬於工資嘅一種。僱員收取嘅工資係因受僱工作而獲得嘅入息，因此必須繳納薪俸稅。另一方面，參與計劃嘅合資格僱主亦可獲得津貼。根據稅務條例第15(1)條規定，僱主喺計劃下收取嘅津貼屬於與其喺香港經營某行業、專業或業務有關嘅補助金、津貼或相類似資助形式嘅款項。因此呢啲津貼須被當作係營業收入，必須繳納利得稅。當然，僱主可申索扣除為產生應課稅嘅利潤而招致嘅員工工資，不論資金是否嚟自工資補貼，唔會對僱主帶嚟稅務負擔。如有興趣了解更多，歡迎透過以下方式聯絡展群志祺。